講起青衣戲棚，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嘅可能係夜市式嘅掃街美食。但你又知唔知呢個每年轟動全港嘅盛事背後，其實為咗慶祝一個傳承咗大半個世紀嘅傳統節慶——青衣天后誕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青衣天后娘娘嘅傳奇歷史，同埋當年保證睇到你心跳加速、熱血沸騰嘅搶花炮儀式。要講青衣嘅天后誕，首先就要講佢嘅主角天后娘娘。以前喺青衣仲未發展，周圍都係魚排同埋碼頭，大部分嘅居民都係靠打魚為生嘅漁民。海上風高浪急，行船跑馬三分險，漁民嘅生命財產全憑天后娘娘嘅庇佑，所以天后喺大家心目中最高嘅精神寄託。不過青衣呢尊天后娘娘身世其實幾轉折嘅。話說喺清朝嘉慶年間，有漁民喺荃灣嘅聖溪灣，即係而家嘅油柑頭附近，起咗一座白廟供奉天后。後來到咗1920年代，因為要起馬路，古廟就要清拆。咁當時青衣嘅居民非常虔誠，咁就齊心協力將天后娘娘嘅神像迎請過咗青衣。一開始神像安奉喺而家嘅青葉街附近，直到1980年代青衣大發展、大填海，古廟經歷咗第3次嘅搬遷，先至搬到而家我哋見到喺涌美路嘅現址。雖然位置變咗，但青衣人對天后娘娘嘅尊敬幾百年嚟都冇變過。如果你係拜神專家，實會發現一件事嘅，全香港9成9嘅天后誕都係喺農曆嘅3月23號慶祝，但係偏偏青衣嘅天后誕好反傳統，佢哋定咗喺農曆嘅4月初1至到初5舉行。究竟點解會咁特別呢？原來喺戰後嘅初期，青衣居民想籌辦神功戲答謝神恩，但如果跟翻3月23號正誕，咁全香港各區都會搶住請戲班，搶住揾師傅同埋搭戲棚，咁連啲漁民都分身不下。咁為咗唔好同鄰近嘅荃灣葵涌撞期，大家一諗計，不如將青衣嘅誕期延遲到4月初啦。咁樣一嚟，全港最頂級嘅粵劇老倌都可以請到過嚟；二嚟，各區嘅漁民都可以開船過嚟一齊聚會。呢個貼心嘅改動就咁造就咗青衣獨有嘅傳統。而整個天后誕最刺激嘅地方，絕對係搶花炮儀式。咁喺以前，花炮係代表住天后娘娘賜予嘅福氣，搶到嘅話，成個堂口或者成條村嗰一年就會丁財兩旺、順風順水。以前嘅搶花炮係真係用條命去搶㗎，主辦單位會將寫有號碼嘅炮彈綁喺大煙花上面，再將個煙花轟上天。當個炮彈跌落嚟嗰一刻，嚟自各條村各個武館嘅幾百個壯丁就會一擁而上，赤手空拳、大汗淋漓咁瘋狂爭奪。因為以前成日都會因為咁打交，甚至乎受傷，所以政府喺1970年代開始就禁止咗呢種咁激烈嘅實體爭奪。而家基本上就會改咗用抽籤嘅形式去抽花炮，雖然少咗刺激感，但係出巡拜神嘅氣氛係依然好浩大嘅。而天后誕嘅花炮通常都會編好號碼，其中有2個號碼係全場焦點，個個都會想爭到嘅，就係第3炮，俗稱丁炮，同埋第2炮嘅財炮。咁丁炮喺廣東人嘅傳統認為3係代表生，所以第3炮又叫做丁炮，象徵添丁、人丁興旺。抽到嗰條村就會特別多喜事同埋多 BB 出世。而第2炮財炮就象徵咗財源廣進、生意興隆，所以通常啲商會啊、老闆啊就最想得到第2炮啦。咁抽到花炮嘅村落或者團體呢，佢哋就會好興高采烈咁用敲鑼打鼓啦、舞龍舞獅啦，一路護送個花炮返去自己嘅村或者個會所度供奉1年，保佑大家平平安安。
等到下一年嘅天后誕，佢哋就會做一座更新、更大、更靚嘅花炮去環炮俾天后娘娘。呢個傳統就咁一代傳一代到而家。咁其實花炮裏面裝咗啲咩呢？花炮通常係由竹棚做骨架，外面用紅紙同埋彩色嘅綢緞裝飾，上面會放咗各式各樣嘅吉祥寓意嘅嘢嘅。由以前漁民祈求風調雨順嘅宗教儀式，到今日變成咗全香港市民一齊狂歡嘅文化夜市。青衣嘅天后誕改變嘅係慶祝嘅儀式，不變嘅係呢度嗰份濃厚嘅人情味同埋對傳統文化嘅傳承。下一次你嚟青衣戲棚食嘢嘅時候，不妨都行入去感受一下呢份傳承咗幾十年嘅歷史啦。